洪台吞拿高雄这新北、桃园含台中等县市，拢派人去高雄来斗三共复原，然后有看板落来玻璃破去、水塔连落来等等的灾情。这民众呢赶紧找师傅来斗修理，着水电师傅讲一透早就出门去做事啦，无法度哮喘，有一寡石头是接袂起。 店头的看板规个歪去，看来受损严重。另外一边要超商，店面规片玻璃倒落来，甚至要停伫路边的机车，互路周规个地掉咧。风台扫过高雄，造成真侪灾情，要民众出来地水塔，也互强风吹落去的物件讲歹去。水塔倾斜下来，然后好在没有掉下来，嘿嘿，然后一些那个马达也不动。前届啊有试过风台，即届拢。 牵较悬的所在所以损失较少。民众拢较知影防范啊，风雨来临进前就赶紧甲汽机车停喺悬的所在，也毋过也是造成灾情。水电行业者讲，风台过了后，真侪民众要修理，师傅拢真无用。水塔灰掉啊，被打，像我家的就是被打猫了啊，水管破掉啊。 是有需求啊，可是师傅做不出来啊！一听到电话的话都不敢接电话，没有师傅可以做。修理车的店头讲，风灾过了后，民众大部分赶紧来做例行的检查，部分拄到积饮水的车主会烦恼讲烟淋入水，也是讲摕到什么造成制动效果出问题，无得开。 工作人员用电锯甲倒去的树仔记号底，要赶紧来清开路面，恢复交通。新北市府派出来救灾人力已经到高雄跨区来救援，包含台北、桃园、台中这县市也派人来支援，要斗阵来协助高雄恢复家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